華語電影講到查案同複雜人性、婚姻倫理真係好少見。電影《私家偵探》係一部懸疑嘅犯罪片，由古天樂、周秀娜同杜冠廷主演。落魄嘅私家偵探歐陽偉業，佢平日處理嘅都係啲通姦尋人啊、寵物失蹤嘅細案。佢接受到一宗好特別嘅委託，一名旅行社嘅老闆請佢調查自己嘅女朋友。發覺呢個女人竟然係佢分居中嘅妻子關詠芯。呢個少少黑色幽默嘅查案片，其實係描寫現代男性嘅心理患咗失聰失語病。主角歐陽因為移民和事業嘅衝擊咧，長期同太太唔能夠溝通，真係慘啊！連吵架同勇氣都冇，嘅婚姻瀕臨破裂。私家偵探透過古天樂嘅角色，展示男性面對失控時候嘅焦慮，帶嚟婚姻破碎嘅危機。現代社會當人高舉事業價值，失去理想工作事業時，成個人都冧檔。呢種長期抑壓、感情同現實嘅迴避，係反映我哋現代男性嗰種嘅沉默，唔識得愛，唔懂得愛。我哋唔係無能，而係將控制同關懷混為一談，將監視誤作陪伴，最終俾自己嘅誤解所困。下一條影片會同大家講另一個男主角警員陳康文，佢對病妻嘅守候同溫柔，其實係揭示謀殺與抑壓嘅怪物。佢嘅心路又係點呢？歡迎你留意呢個頻道並且留言。